公视第2台，刷落来请收看咱的新闻。各位观众朋友平安，欢迎收看11月18公视第2台 AM 新闻，我是郭伯君，咱做伙来看今仔日的新闻重点。在野总统大选南北合关底，今仔日要决定总统、副总统竞选，这阵因为民调改图无共调出重点，民进党批评南北合就是权力分割。大国篮这次比赛下晡1点举办，13000人入场，不过有人批评大国篮用无收过势，灯光、标题等等，拢也是有问题。95岁的基美集团创办人柯文良18中昼离开世间，目前由集团发布短短的声明，讲当咧处理相关的事务，落尾会赶紧发布新闻稿。新闻头家先来关心国民党甲民众党总统大选的南北合关底，今仔日要透过民调决定副总统甲总统的竞选。不过双方针对民调改图并无共识，民众党的郭文地希望会使继续协商。学者分析，现主时已经唔那是民调统计的问题，更有牵涉双方政治意识的问题。民众党的这个民调专家也承认，统计学上的统计误差确实是正负3%，但是他们认为这跟柯主席常年要求的让3%或是3%是不一样的。欢迎国民党甲民众党合作，18早起经由民调决定总统大选的组合。不过，团说民调改读的争议，9份民调有3份暂时放在一边，3位专家检视另外6份，若依照统计误差来计算，后瓜皮对瓜后皮是5:1。民进党代表认为，应该以瓜分题主张的3%误差范围，正负1.5%，后瓜皮对瓜后皮是3:3。故则有看法无同款的共同声明签订。当你有不同的标准来去做设定的时候，它的这个点数的计算就会有不同的结果。让6%，这哪有办法？这个联络，我觉得这太强人所难了哈。不过我还是期望再可以整合来。我问题原化为爱继续协商，学者王业的分析，当初双方协议有无清楚的所在，就已经唔是统计误差范围的问题，而是政治的问题。不过国民党甲民众党合作发出联合内阁概念，民众党也强调爱组织监督执行，到底应该安怎做？因为联合内阁嘛，就2只手一起来做哈，就是2个政党一起来做事的话，那你如果要左手来去制衡右手的话，那就很奇怪啊。在其他国家也没有看到这样的经验，就是说我由法务部来去监督这个经济部。重要就是说，他们都是有白纸黑字的协议啊，除了在内阁人事的分配外，还包含最重要的就是各种重大政策的一些联合声明。学者强调，联合政府上个重要是爱先解决政党中间对重要政策看法无同的所在。国民党甲民众党即阵因为民调改读的差异，也为到底应该安怎合作投下变数。记者综合报道。南北合的进度是重点，今次已经失败，双方是无甲为讲和平。国民党的总统参选人侯友宜表示，伊相信国民党当初时是对协议拢认同才会签名。国民党主席的朱立伦也讲，要讨论南北合，随时拢欢迎。促销全国农协会校晚会，前立法院长王金平也出现消停，为侯友宜有关声势。也不过南北合虽也是卡关，国民党更加指出国民党爱因让6%，侯友宜表示拢是认同才会签名。也不过伊爱徛伫国民党的立场上，应该多多包容。在马总统的见证底下，我朱主席、何主席我们4个人，也是在幕僚的见证底下签了名，就是在误差范围统计里面没有所谓的6%问题。南北合今次已经破局，双方拢无重回共识。国民党主席朱立伦更加表示无放弃，强调两个家庭总是有的无共的声音，伊知影也会当体会南北合的门随时开着。韩市长最近跟我讲的吧，所以要上花轿以前啊，总是会有不同的这种情绪吧。不过不管怎样，我们大家就是在那个最后的1秒钟，我们大家开开心心、快快乐乐，我们团结在一起。国民党19就要召开中常会，朱立伦首先公布，会由前高雄市长韩国瑜担任部分区立委提名名单的第1名，希望会当展现气势和团结，有回亲南的支持。我
大家准备好在当民意代表了吗？刚刚底下有人希望你当立法院长。谢谢大家，谢谢大家，谢谢大家，谢谢。韩国瑜下昼面对媒体追问，无继续回应。另外，团组红海创办人郭台铭最近可能宣布退选。郭台铭办公室否认。发言人黄素秀表示，在国民党初步操作之下，郭郭联名，更加显示自然。郭台铭在登记进前，会先甲郭文哲沟通讨论。记者综合报道。那白合也无结果，民进党的总统参选人赖清德是敲死郭文哲，过去讲要脱离国民两党现主席说违背家己当初时的讲法。赖清德甲总统蔡英文拢批评那白合只是两党伫咧分割政治的权力，并无共同目标。中国想要蓝白合，我们票投赖清德，好不好？国民党甲民众党合作民调公布时刻，民进党伫家己摕个基立为候选人有声势。民进党总统参选人赖清德甲总统蔡英文拢批评国民党甲民众党公开分配不同利益，强调无论是国民党也是民众党，拢毋是主流民意，更加无多提出完整的国情蓝图。赖清德暗指郭文哲反背家己。有人过去说他要把国家还给你，现在却企图还给国民党。过去有人说要超越蓝绿，现在先背叛了自己，蓝白硬是凑在一起，还公然分赃权力，这不仅仅没有民主精神，更没有把台湾人民看在眼里。这不是蓝白合，是蓝白分，他们在分权位，在分利益，大家讲对啊，唔对啊？赖清德大力批评，搁再讲两个唔对的人，无论什么人正、什么人负，拢无可能成做对的一组。政治上无负得正代志。赖清德竞争之位要立明是认为，郭文哲连防骗期拢无法教，这种谈判能力也敢讲引起甲中国谈判。一个连好人坏人都不能分辨的人，居然还能够选总统，他能管理好这个国家吗？姚立明讲，国民党甲民众党6点的协议甲9二共识相关，拢是各自改读，就双方合作协调的。民进党下礼拜就要公布副手的人选，赖清德也向群众发话，若要相信国民党甲民众党合作，不如坚定支持赖清德。记者综合报道。选举当咧拼，现主时出现以 AI 制作总统蔡英文加副总统赖清德鼓吹投资加密货币的假影片。刑事局调查研判，这个 AI 的假影片是来自中国，敢是要影响咱明年的总统大选，还搁咧调查当中。利用程序员的帮助，开发了软件的一部分。鼓吹民众投资，第期就有高收入，看起来像总统蔡英文亲自来背书。也毋过讲话口气用字用词听起来就无啥着，网络也个流传，副总统赖清德也拍片就投资。既然你没有什么可失去的，我就给你平台的访问权限。讲到加密货币为协力挂保证，也毋过出现同款无自然，其实这拢是合成假影片。经过警方调查，原版画面互利用，透过深柜技术换取了后，学因的声音以假乱真。精准来讲，就是如果以影像加声音的话，这是第一件。那更早之前，柯文哲先生的声音有被伪造过。那至于有没有后头的一些借选的目的，我们还在了解中。有心人用 AI 误诈骗，中国用语藏伫其中，警方怀疑对华人士咧操作，甚至无排除有改选的意图。几个月前，民众党总统参选人郭文哲声音也技术互利用，造成乌含录音档。也毋过，这次也是头一摆，国内有总统参选人伫选举进前，为影像到声音全拢互改造。断句，然后有这种比如说吞口水的声音啊等等，这些事实上目前以声位来说，它都很难去模拟到这么像真人。它在头转上面没办法做很大幅度，然后很快速。网络入境翻新，避免无过是困难的代志。短15分钟就会当完成变造。专家建议为断句、讲话速度等找出改造的空隙。那总统大选赶近，参选人也爱注意，唔通互有心人滥用白茶龟，互人分辨清楚，操作抹黑的步数。记者综合报道。食到95岁的奇美集团创办人柯文良，今仔日中昼离开世间，家属是真低调。刚才由奇美集团发布短短的声明，讲当咧处理相关的事务，会赶紧发布新闻稿。
这几年前，还伫出现伫镜头前的基美集团创办人柯文良，食老了后身体状况是变歹。基美集团18下晡正是伊过身的消息。柯文良除了创办下联协业部的基美事业，也阁有以基美医学中心加基美博物馆。退休了后，也是注心伫咧推动公益加艺术教育顶尖的工作。所以，咱来关心2023年 APEC 领袖峰会今仔日煞果，台湾代表张忠谋召开国际记者会分享伊的成果。虽然无参美国总统拜登正式双边会谈，但是互动是真济。针对拜习会，张忠谋认为这项降低美中关系紧张的状况，帮助台海和平。I see that our dear friend, Speaker Emerita Nancy Pelosi has just arrived. 伫驻美代表萧美琴的介绍，美国总统机应副机长佩洛西出现伫咱国 APEC 领袖代表张忠谋的特赦晚宴，另外一位特别来宾回答董事长黄仁勋也讲到，佩洛西致辞的是俄罗台湾是半导体大国，感谢大家登到美国设请，佮强调美国对台湾的支持真坚实，同时也肯定萧美琴和台美关系更较紧。We are so proud that she is the representative in the United States. She's just been excellent understanding the title of her office, economic and cultural, but also recognizing that security is it tops everything. 张忠谋伫领袖峰会结束，召开国际记者会，各界关注伫议会期间，张忠谋敢是有甲美国总统拜登，还是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互动？我跟 President Biden 有相当多的互动，但是没有正式的所谓双边会谈，没有跟习主席有任何谈话。的确有很多领袖是他们问我，这半导体那么难做啊？为什么你在台湾你们在台湾把它做成了。张忠谋表示 ，APEC 会议期间有加10外位领袖代表谈会，美小党主动向伊请入半导体，也交流包括科学稳定、经济发展等议题。那个美国副总统贺锦丽、国务卿布林肯、白宫首相经济顾问布兰纳，甲日本首相岸田文雄有正式双边会谈。另外，一摆伫 APEC 场边举行的拜习会，张忠谋互因正面的评价，认为美中恢复军事沟通管道对台海和平有帮助。记者综合报道。南半球的巴西即马是拄着高温的影响，伫即马11月，也是春天，也无到热天的巴西，首都的温度是已经超过37度，这对欠水欠电的三峡地区是真大的挑战。另外，伫咧亚马逊地区河流嘛大窟窟，踮伫咧南美洲地区的湿地也一直出现野火烧。见到工人热甲汤北体来工作，也有人热甲冻袂牢，直接提水管一直散水。天气真热的巴西，虽然温度已经小可下降，不过里约热带路的高温也是超过37度。这种天气又带伫贫民区，水电拢欠缺的民众是真艰苦，连要啉一水来治喙焦，拢要想办法去找这水源。Com a estação do verão chegando aí, a nossa comunidade está passando por uma dificuldade muito grande, entendeu? Por causa do calor, também tem a falta de luz que tem prejudicado muitos moradores, né? Aí juntando. 亚拉北部的帕拉州是因为持续酷热，当局宣布超过20个城市进入紧急状态。本来是河口村庄的马拉河岛，河水愈来愈少，真侪土地拢打甲闭开啊！4个月无落雨，水库消失，用水拢真侪问题，民众所饲的精神也一直死去。O búfalo, principalmente, ele fica debilitado devido à quentura, entendeu? Aí acaba morrendo, muitos morrem, entendeu? 天气可寒，拢无落雨，也互巴西境内世界上大湿地潘塔纳拉湿地一直出现野火。根据为迄真测到的11月7日到16，就发生超过3000层的这个野火烧起来。暗时大火更加一直炭烧，阵阵的高烟对当地生态造成真大的威胁。O quadro segue se agravando. Nós estamos assistindo o fogo vindo de Mato Grosso, acompanhado de um vento com velocidade aí superior a 40 km/h, o que torna o combate. 原来巴西南部其实出现完全无同的景象，只是南部圣塔卡琳娜州当地时间16暗时，然后经过这所在河水拢溢流出来，差不多规个城市拢淹了，更加造成2人死亡。记者综合报道。
OpenAI 公司执行长Sam Altman 17向向董事会透露，董事会表示无法度信任 Altman 的领导方式。有报道指出，是因为 Altman 加速 AI 的发展，加利润优先的做法，甲部分公司共同创办人的意见是无同。因领生成式 AI 潮流的 OpenAI 公司集团说人事大跌当，董事会宣布阿特曼袂阁再担任执行长，原因是无得阁再信任伊的领导方式。阿特曼随后伫社群平台打出文章，内容只是讲真欢喜甲 OpenAI 同事斗阵工作，毋过伊也无讲到下一步的计划。阿特曼对方实质的消息事先拢毋知影。10日，伊照行程参加一场人工智慧艺术应用会议。OpenAI 共同创办人布洛克曼伫社群讲到这个资料消息的情况。阿特曼临时被通知参加董事会线上会议，就被通知讲解读执行长的职务。消息随即就对外公布。身为董事甲总裁布洛克曼并无在场，伊甲阿特曼拢感觉真惊，就也伫了解这个司法的经过。My worst fears are that we, the field, the technology, the industry, cause significant harm to the world. 阿特曼5月到美国国会出席听证会，表明会全力配合进行负责任的人工智慧开发。不过，美国媒体报道指出，阿特曼主张应该加速 AI 发展，甲扩大盈利的模式，甲作为共同创办人意见早就无同款。OpenAI 伫2015年成立时是非营利组织，董事会成员并无持股。38岁阿特曼担任执行长期间，发表生成式 AI ChatGPT 技术，对着全球社会各层面的影响，到即阵也伫发酵。几礼拜之前 ，OpenAI 计划以超过800亿美金的计数，加持股卖予投资人。因阿特曼几工前也才证实，正伫研发新一代的 GPT-5 技术。伊用闪电时期的消息震惊业界甲家己的员工，已经投入 OpenAI 130亿美金，持股49%微软，股价也落1.68%。小兵暂时代替执行长职务的科技长穆拉提对外讲，已经伫第一时间甲微软达成共识，会继续来支持 OpenAI 的研发甲营运。公视新闻张淑芬编译。台北大巨蛋即期比赛今仔日是开放13000个观众入场，外向表示民众出入场拢顺利。不过即阵有人批评讲大巨蛋用无收过细，顶光棒球的场地等等拢也是有问题。外向讲会阁再收集意见来改善。台北大巨蛋测试赛11点开放入场，民众都真赶紧行大翕个大，要留落这历史的一刻。看着它从原来的建筑物被拆掉，再看它盖起来，然后终于可以进来了，很兴奋，好开心哦！第一次看到台湾终于有室内的巨蛋了。1点3万观众同齐见证台湾第一座室内棒球场。关雄讲，外高城民众在大众运输工区动线也算顺畅，多数民众认为台北大巨蛋超过预期，也毋过有人认为内野灯火色差，外野两个荧幕细，啦啦队应援区上矮。应援各队挖到内野最后一排观众席，希望会当改善。前面还可以，但是后面好像就有点混乱。亮点的部分倒是还好，只是就是有超出预期。哪方面？视野跟场地。亚锦赛国家队先发投手詹仁和伫对U23国手的测试赛投出历史的第一球，伊坦白讲不离欢喜，伊认为场地投起来袂歹，也毋过投手板关节落差，乌白座椅看起来无自然，予80分的评价。投球的两侧有点太陡了，这样子，白跟黑其实要么就是都黑的，或对这样子。伫美国拍球的选手陈胜平是伫6局下半场讲出大巨蛋第一粒红布朗，互伊一直讲真英雄。伊互大巨蛋90分的冠军，只有休困式的电视上架。人工草皮就比较不会乱弹，所以比较安全呐。休息室的话，可能就那电视吧，我觉得就真的是电视。等32年，台湾总算有头一座室内棒球场，头一场的测试赛，观众甲选手评价拢袂歹，认为小所在会当搁加强。那阮向讲，会搁收集球员的意见进行调整。记者综合报道。登记推动冰洪概念的民间团体乌兴学院，今仔日伫新店宣传冰洪的概念。乌兴学院指出，台湾接有自然的灾害，也有战争的威胁。建立冰洪的概念，通伫灾难发生的时，会当照顾家己，也通照顾别人。
防空警报弹啊，赶紧按耳孔甲目睭拍落眯起来。这是长期推动民防概念的民间团体乌心学院办的活动，透过10种关卡，互囡仔哪算哪学习民防的概念。我觉得绕 S 型好好玩，可以学习家己独立，嘿。安尼较会较大，家己保护家己着。头一摆听到，感觉真趣味，然后伊那个细汉会当互伊学习。在害中，我们首先首要的目标是自保。生活自保，首先你要知道，我是谁，好，我在哪里。我能做什么？你可能会需要运用到哪些体力啊？那比如说，所以平常要练，要怎么样练习运动，然后怎么样应对等等，这些都是这些关卡设计的目的。排救难物资拄拐啊，软过障碍物。乌心学院指出，台湾接有地动、风台这寡自然灾害，甚至佫有战争威胁。因望互民众了解灾害发生的时，通安怎照顾家己，避免惊吓。要面对这样的风险，最好的方法是了解它。好，了解它的可能的潜在风险是什么，然后积极的准备应对的方式，包括准备物资，然后学习相关的救护技巧，包括避难的相关技巧等等。另外，针对乌心学院的共同创办人兼院长的辛碧阳，明年大选，民进党列入不分区立委的安全名单当中。乌心学院表示，这袂改变乌心学院的态度甲目标。伊也指出，民防准备无多干那挖靠民间，望未来通整合官方的力量。做阵拍拼。记者郭明凯新北报道。嘉义县头一届的台语季3个月来有60场活动，上尾一场活动是邀请台语的 rap 歌手阿夸面分享台语创作的过程。淡散好，淡散的意思就是食点心嘛，吼。头有讲过了，阿爸来春尾去吼来淡散。我就是为啥要经这两字，是因为。顺从就是因为这两个较熟悉阿夸面的。台语 rap 歌手阿夸面伫台顶分享音乐创作的过程，台卡的歌迷大家拢紧看详细听。嘉义县第一届台语季最后一场活动，邀请台语 rap 歌手来演讲，希望互民众认捌即马流行的台语文化。啊，都有遐尼甲讲台语的人，伫个愿意把这个台语都继续传落去安尼。语言是咱文化的根嘛，对，所以。我感觉对我来讲，我想要用台语来创作，对我来讲较有我家己的感觉。我听到风在吹，什么煞有讲袂出的话。对着音乐的板料，现场的人身躯嘛对咧叮当。主办单位讲，真侪少年人拢真介意 rap 花枝音乐，透过这个下冷气的合作，和台语对抗有无同的感觉。台语歌啊，会当像阿宽面这样啊水气。这样好听，而且佫有台语，佫有用在地一寡词，用这个伊的表演，甲台语歌的台语的水气甲展现出来，我感觉这是阿宽面上大的意义啦。透过这个无同面向的活动，希望就是互大家了解讲台语嘛是一件，会使是一件做流行的代志，还是做潮的代志。所以每一个少年一辈的人嘛会使做会讲台语，嘛会使用台语去创作家己想要创作的物件。嘉义县第一届台语季活动自头讲起，用3个月时间举办60场的活动。蔡典义表示，台语就伫生活当中，希望这是一个开始。未来嘉义县伫台语的推广会当愈来愈丰富。记者李慧婷，嘉义报道。桃园大溪伫旧历6月24关圣帝君生会举办盛景，这种文化已经流传一世纪。下暗7点半，青春的来帮带大家做伙来看卖。还有欧标饼，你这个谁起的？它是这样。桃园大溪社头的文化是英国古早人一步一脚印留下来的历史，嘛是在地人一种对宗教信仰虔诚的表现。流传几百年，大溪囡仔即马同款要继续行落去。阮这边少年啊，就是想讲，互新教愈来愈好，互大家拢愈来愈接受这新教，了解这个文化。社头的代志甲厝的代志是同款的啊，厝的代志爱做啥，伊就是做啥啊。文在是，伊行路吼八节，较优秀安尼。老师他秀不秀气是因为脚步的关系。对。为着要推广社头的文化，平安社甲地方商款协会合作，结合导览的活动，互游客认捌社员因日时的工课，还有地方的产业，嘛会当透过体验新庄夜店的辛苦，互更较侪人了解社头文化真正的内涵。那这几年大溪其实社头每个都在做教育推广，
教育推广的方式就是用将军体验营，不但可以推广这个文化，也可以帮商圈带一点商机进来。看这个囡仔咧做，真是感动啦，对啊，因为这嘛无薪水好领，大家拢爱开时间伫遮做。即马代替社头文化已经不是传统，不是老文化名词的代表。在地少年人用行动、用创意，甲社头的活动结合相款导览的行程，甲社头文化结合文创商品，一项一项拢在现新世代呈现方式。这嘛是代替少年人用心传承社头文化精神的象征。记者综合报道。最近较凉冷，明仔载天气如何？咱来看各日头的详细资料。北部地区12度到23度，中部地区12度到25度，南部地区12度到26度，东部地区13度到24度。高岛地区14度到23度。感谢你收看今仔日的公视台记台 AM 新闻，稍等呢，再继续收看青春的内幕。咱明仔载同一个时间再会。